點解洗完都有漬？即刻睇片，教你點洗。以下係唔同漬嘅形成原因：白色斑點、水漬同埋彩虹紋基本上都係因為水中嘅礦物質沉澱而成，而鑊底嘅啡色污漬同燒焦就係基於火力問題造成嘅。想解決，用一支沙液就搞得掂。首先倒沙液落海綿度，再捽甩佢。唔同污漬對應唔同方法，然後沖乾淨，最後用乾布徹底抹乾，防止水垢出現。咁個鑊就同新嘅一樣啦。全部不鏽鋼廚具都可以用呢個方法㗎。如果想再保養得好啲，喺用明火烹調嘅時候，千祈唔好俾電木手柄太近火源啦，唔係就好易燒溶。記得要不定時用沙液清潔廚具，保持廚具光潔如新啊！健康新一代，首選牛頭牌 Buffalo。